门主，适才见你愁眉不展，难道此间另有隐情？是啊，这结案未免也太巧合了些。赵征为何毫无察觉？两位师姐既已经猜到一二，紫菱也不必瞒着你们。不错，此事确实另有内情，却是星宫授下的一桩秘辛。谢导之人的真实身份，也是大长老逐一泄露给赵征的。他充其量只是个诱饵，此次我们要对上的是极阴岛。门主这句话，我们已等了多年了。世间种种，无非名利二字。修士虽是方外之人，也不能免俗。贪念一起，力令智昏。明知是陷阱，也多半是要往里面跳的。